日帶大家嚟到石澳，分享一下今日嘅美好嘅天氣，咁靚嘅海。如果你有時間，你可以打開聲，安靜享受一下呢個海浪嘅聲音。嘗試專注自己嘅呼吸，吸氣吸到盡，然後試下停3秒，再慢慢呼出，呼到盡，再停3秒，吸氣，停3氣，呼氣，停3秒。做呢個練習，幫助自己放鬆，而且專注喺當下自己嘅狀態。有冇肌肉繃緊？頭腦有冇好實呢？做多幾次，吸氣，吸到盡，呼氣，呼到盡。等海水將你嘅情緒、將你嘅壓力都帶走。唔知你係幾時睇到呢條片，但係希望你
Have a good day. Have a good rest.